大平安，咱今日是台湾普人会即个顶半年的即个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哦，是即个顶半年是陈明仁哦，即个主题讨论伊的足侪无共款的作品，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甲大家分享吼，像顶个月咱有分享是用翻译伊的作品。邀请迄个译者来分享。咱即个月较特别吼，咱今日即摆是陈明仁的脱友交流会吼。咱即摆特别甲迄个老台语的随书的台语社合作吼，用一个陈明仁台语文学的读册会。咱即届特别邀请读册会读册伴来甲大家分享一寡迄个因竞选的文章吼，内底拣几趴出来甲大家分享。咱等下就会来分享互大家听。咱即马先来甲大家小解一寡咱台湾普人会吼有咧举办的活动。咱台湾普人会吼，逐个月吼拢伫大部分拢伫线顶吼，逐个月拢有足侪无共款的迄个活动。像咱有全台语的讲座像咱即个讲座即几档拢甲高雄文学馆做伙合作，合办即个台语文学的相关的讲座，欢迎大家来听。咱讲座的内容嘛拢有伫迄个线顶 YouTube。直播了后，咱会搁放送出来所以你若无机会也是拄好无拄好无参加到线顶直播的会使搁到咱迄个台湾普人会 YouTube 频道顶悬搁去看咱直播的录影。咱嘛有迄个台语的开讲会所以像咱昨暗时可能诚侪朋友做伙伫线顶来开讲。欢迎大家若有兴趣嘛，会使做伙来参加。咱是逐个月拢有一摆，详细时间大家当看咱即个QR code，拢会当扫遮个资料，还是讲去 Google 找台湾普人会。咱嘛有台湾的读册会咱读册会一个月是2摆，而且即马嘛是咧读陈明仁的台语文学选。咱固定嘛拢有开台语文读写的基本课程、进阶课程。像即阵拄去过是迄个专门台语认证的认证加强班。所以大家若有兴趣，想要学台文的嘛，欢迎来报名。所以咱台湾普人会其实有足侪无共款的活动。当然咱有诶时阵嘛会去无共诶迄个市仔摆搭，若有机会。大家见面再欢迎来台湾佚佗，做伙开讲讲台语。咱相关的资讯拢有放伫即个咱的活动放送站即个放送站要去倒位找，其实足简单，你去 Google 找台湾普人会相关的平台拢有咱即马有伫 Facebook 的面册，搁有迄个较早 Twitter 即马叫做册再来就是迄个 YouTube。搁有迄个 Instagram、IG 顶悬拢有所以欢迎大家来了解。咱即个逐个月有无共的讲座像今日等下咱要进行的是即个文学讲座咱明仔暗时嘛有即个台文家诗面的讲座客月甲双月有迄个基础的讲座甲进阶讲座，大家若对要使用台语家诗、书字法词典欢迎做伙来了解讲者拄好是我迄个你若是客月当来参加，就是学安怎拍台语你若完全无基础的嘛欢迎你来参加那为完全袂晓的豆豆讲你若已经有咧拍字，还是讲已经有咧编词典像即个拍台语书字法、找台语词典你若已经有咧用的嘛，欢迎大家双月来参加，会当搁较了解即个家诗有啥物路用，还是讲以后背后有啥物款的资料咱要安怎用较好势欢迎大家来参加台语讲座搁来咱即个
月底吼，甲迄个后个月6月7日吼，咱甲迄个成大台文所学会吼合办讲座，还是伫成大吼，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嘛，会使报名吼，去现场参加。吼，是迄个台文博览会是咧变啥梦吼，所以大家若对咱咧办相关活动吼，到底背后吼是咧做啥物款诶工课吼，做啥物事工？有啥物想法？欢迎你当会使同工来见面吼，来讨论，来互相交流吼。啊6月7日是台语猫品牌诶迄个创作日吼，伊来分享讲台语猫到底是咧做啥吼，啊大家欢迎现场会当来参加吼，伫台南成大台文系台文讲堂吼。好，咱即个台语空格开讲会拄则有讲吼，就是咱逐个月拢有一摆吼，就是第3个拜六暗时8点到10点。即个月拄好昨暗吼，嘛有诚侪人上线来开讲吼，后个月嘛欢迎大家吼继续来报名。你大家若有想要来分享诶，要讲你想要讲诶，啥物议题主题，还是想要讨论诶代志？还是要甲大家分享诶，还是单纯要来开讲拢无要紧，10分钟吼，真无啥物负担啦吼，诚轻松。10分钟，你若有兴趣嘛，欢迎你报名来做讲者，邀请大家做伙伫线顶来开讲。咱课程吼，即个月有起过诶，就是即个全面台语认证加强班。咱迄个7月吼，咱会阁续接后一期诶即个台语罗马字读写基础班。另外是阁有一个新诶课程，按算要安排，就是招大家做伙来读单类诶台语文学选。即个读册班较特别吼，甲平常时读册会较无共，就是咱会有迄个导师甲你引带，所以准讲你若完全袂晓台文诶嘛，欢迎你来参加。咱会偷偷甲引带讲，安怎来读台文？但若对单类诶文学有兴趣，欢迎做伙来读。咱嘛有诚侪读册会吼，包括讲咱家己主办诶台文博览会、台文读册会是一个月内底有2摆，是第2甲第4个拜一暗时8点到10点，欢迎大家做伙来读册。即马就是咧读单名人诶台语文学选，所以大家若有兴趣诶吼，今日听了若感觉无够诶吼，想要做伙来读诶，欢迎大家来报名。一个月2摆尔，嘛无讲做压力啦吼，就是大家轻松做伙来读册。欢迎各种程度，你若有想要读诶，拢欢迎你来。册当然家己传啦吼。咱嘛有做伙协办足侪活动吼，包括讲迄个逐礼拜吼，拜三暗时找台语读册会，拜五暗时轻松读册会，阁有咱今仔日共同合办诶绕台语随时台语社诶吼，有5个读册会，今仔日是其中一个单名人诶台语文学读册会啦吼。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嘛，会使去找绕台语随时台语社报名参加。咱相关诶资讯拢放伫即个活动网站吼，咱线顶有一个领取诶网站，大家若有想要了解诶，拢欢迎伫即个网站顶会当敲找会到吼，是讲直接 Google 台文博览会吼，咱各种平台拢有。今仔日吼，咱就是咱顶半年吼，今仔日是第5场5月第5场吼，台名人投友交流会吼，所以咱即个主题已经进前有4个月内容吼，咱遮内容后壁整理了后会阁放送出来伫 YouTube 顶管拢看会到。特别阁甲大家放送，就是咱后个月吼6月吼，当然这详细时间报名表咱会阁放送出来。毋过先甲大家报即个消息，就是咱会伫迄个高雄文学馆现场邀请陈明仁先生本人吼来到现场，甲大家做伙交流。所以大家若有兴趣诶，先甲即个时间按落来吼。6月是当时咧吼，咱时到会正式公布咱诶报名表，名额嘛诚有限，所以大家爱关注咱台文博览会上新诶消息。
咱是教大家放送，嘛欢迎大家现场来甲作者本人交流这是真难得的机会，所以先甲大家通知若是外关市外埔头的欢迎甲时间留落来好，咱今日刷来即个重点就是咱今日足欢喜邀请足济咱老台语叙述台语社陈明仁读迄个台语文学读册会诶读册盘我家己嘛是刷来时间咱就交互咱读册盘小美咱伊今日是做咱的书写者来请伊来主持，咱我刷的时间就交互小美。多谢黑米，我嘛是一个米哦，毋过是无共个米啦吼。好，我感觉迄个拄仔黑米讲的真正台湾博览会真正像一个宝山呢，我伫内底真正学到真侪宝哦，所以欢迎大家去 YouTube 随时去看你爱看的迄个台湾博览会的物件好。阮今仔日呢，阮是即个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阮负责即届即个陈明仁作品独有交流会真欢喜即个咱台湾博览会来邀请阮阮会当甲线顶来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啦好，安尼咱即马咱的交流会进程要进行进前呢，我先想要来感谢一个人啦是阿关因为我像拄仔黑米讲的，阮是即个随书老台语随书的台语社内底其中的一个读册会尔所以即个老台语随书的台语社即个做迄个最主要的事工的人就是阿关咱真正做感谢伊拢足谦虚啦，讲伊是其实拢咧做事尔啦毋过阮就是爱感谢伊做遮尔侪事啦遮尔侪势头，互阮安尼无烦无恼快快乐乐伫线顶安尼读册好咱即马刷到咱先来欢迎阿关来介绍伊的老台语随书的台语社。咱各位线顶的读友平安，我是随书台语社的阿关。即马简单想讲来甲大家小解一下，就是阮随书台语社是啥物？头起先就是感觉讲，因为咱的台语已经行向死亡的路想讲，若是加一个人来讲台语，加一个人来写台文每一日安尼累积起来，其实台语都有搁生团活落去的希望。所以2019迄当的时阵，阮就创写目前有设计一寡学台文的假诗啦，活动和咱的友谊斗阵来练功。包括线顶读册会 Podcast， 搁有读册会记录报道的文理版、声音版、文学行达，搁有台湾文学节，安尼搁有见面聚会，请后一夜多谢。线顶读册会有5个，第一个是俗语读册会，咱是1个月一摆咧读萧腊里、萧冰滴、新生伊的著作，就是台湾俗语咸酸甜。第二个是绘本读册会，就是读一寡红仔册，也是1个月一摆。过来第3、第4、第5，即单类陈明仁台湾念歌拢是逐礼拜一摆。单类读册会就是已经读乡书补习读了，即摆咧读第篇小说。过来陈明仁读册会就是已经读文学选读了，即摆咧读旁远的故事。接续落去，旁远故事已经读到上尾一本啦。读了，阮会读罗秋的杜碑过来就是台湾念歌读册会，就是周定邦老师先生出甲台湾文学馆出的迄个歌册，所以欢迎大家若有兴趣下骹有一个 QR code 会当扫一个，甲随书台语社联络，会当来参加做伙练台语。过来就是阮有做一个文学单类讲 Podcast， 主要是以单类的台语文学来的内容。好，请后一页多谢。过来就是读册会就是敢若阮读安尼无够贵啦想讲会当把阮读的内容记录落来，互愈侪人知影，若是有闲，还是讲有兴趣的人，拢会当伫线顶看阮的文字版佮声音版。
有伫 Facebook page， 佮有blog， 啊，声音版是伫 YouTube、IG。啊，即个部分就是爱感谢阮的读册班吼，拢斗相共有桂兰一个人写过来读册会记录报道，啊，佮有慧玲吼写单位读册会记录报道，啊，佮有斗相共录声音版的表演卡，嘿，这是拢是友志做伙来拍拼。过来就是文学行搭，阮伫旧年的时阵有办乡属补给文学行搭，就是伫台南。啊，过来就是台湾文学节，就是去年嘛是有甲大到台语文促进协会，佮有新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啊，佮有这个台语文团体合办单位台湾文学节。过来见面聚会，就是若是有机会的时阵就办，好，多谢后一页。这个叙述台语声吼，绝对无可能是我家己一个人啦吼。就是伫叙述这边有South Family， 佮有林 Family 斗运作，啊，佮有所有的线顶读册会的会议室是爱感谢大到台语文促进协会，佮有台文家新义赞助。过来就是读册会 Podcast 记录报道，这拢是爱感谢咱的读册班做伙吼来拍拼，啊来批评安尼。多谢。我小概到这遮。好，多谢那个阿关吼，个一届感谢阿关吼，甲恁的甲咱这个大家友志哦吼，嘿，咱真正爱为咱台湾好好来拍拼啦吼。我很多从阿关讲的，咱学台语、讲台语、讲这个母语，真正是真重要的代志啦吼。我要分享一个讲，阮迄阵，阮即代吼，我差不多就是学人挂纸的迄代啦吼，所以迄个自信是无的，像讲，我就感觉讲，就一站啦，我感觉做欣赏人咧唠英语，是安怎开安尼，我真少甲想看觅，其实就是即个自卑感造成的，所以我感觉咱学台语吼，真正有够重要的。这不止咱个人的自信啦，吼，到咱的文化，到咱的族群，甚至咱的国家的认同啊。所以我感觉咱台语，咱的使命真大的啦，吼。所以讲，咱真正得好好来拍拼，吼好。不过呢，我阁感觉一届啦，就是讲有这种意识的人，敢有济？其实无，像咱这个群组的人，真正无真济哦。不过呢。我是较乐观的，因为我感觉咱是关键的少数吼，像讲就是从迄个早期的迄个台湾文学协会迄个林献堂因共款，佮包括咱即摆要讨论这个陈明仁先生共款，因就是做一个政治的角色吼，因就是有政治，互咱后壁人会当有一个政治人，咱会当开始对遮开始去发挥吼。咱嘛是爱发挥这种角色，咱爱世界去野政治，吼，还世界去开花。咱台语这个花园较能够愈开愈水，愈开愈济安尼啦吼。佮毋讲呢，谁倒来看，咱遮关键的少数，若要甲考我来吼，其实是真孤单的。所以咱爱经做伙，吼，经做伙较有迄个力量啦吼，咱会无咧看，咱才袂讲去迄个。能量总散去安尼吼，所以感觉读册会是真重要的吼。读册会就是发挥这个功能。好，即摆我就感觉咱这读册会呢，遮尔赞对不对吼？像讲阮的这个台明仁台语文学的读册会吼，遮尔赞，我再来小解阮的读册会哦。好，阮这个读册会呢，对2021年就开始起过啊吼。所以阮已经读过台明仁台语文学选啦。阮的旁的故事嘛，特别读煞吼。差不多像阿关讲的，阮拢会甲阮的读册迄个记录，拢会甲记录落来哦吼。所以这以后嘛，咱做出版咯，吼好。佫一件代志嘛是真重要的吼。阮有去到甲迄个找台语斗相共哦，做即个台湾文学著作的摄影哦。吼，即个部分嘛是真重要。学台语，咱爱知影即个语序是安怎用的吼。即个找台语。那去找台语来找，就会晓找到即个台湾文学著作的摄影，咱就知影讲即个语序是要安怎用。我即摆插一个广告，就是这找台语的公司的迄个技师做好用的吼。希望咱线顶的迄个读册班也是迄个朋友吼，恁若毋知吼，恁会当去用看觅下吼，真赞的技师啦吼。
啊，阮的读册时间呢是逐礼拜吼，迄个澳洲是迄个热人3点，啊寒人是2点，吼啊，阮台湾9点，啊用1点钟的时间来读册，吼。啊，其实呢，我感觉伫读册会真赞的代志，就是讲吼，会当互相绕开求进步。咱伫普通时的生活是真少安尼，因为咱拢感觉礼貌上无啥愿意去甲人讲人的毋对。毋过伫读册会，我感觉这点足赞的，因为我进前拢做爱讲别人嘛，啊，毋过有迄个读册伴来甲我提醒哦，因拢足耐心的哦，甲我提醒，所以我这个讲话惯势总改怪。好，所以讲这点真正有够赞。啊，佫有一点就是读册班会互相为一个关系，就是会对这个苛刻这个糜烂的精神，而且互相影响、互相话哦。啊，毋过我感觉这个我为着这个关系真好，因为咱的台语真正愈苛刻愈趣味啦。好，好，啊，咱即马来开始，咱的这个交流会，好。那阮的交流会呢，会分2部分吼，一部分就是阮这个读册会诶，读册班呢会来分享伊读单面人作品诶部分。人生我感觉我家改做人生呢，安尼讲较顺啦吼。人生呢，伊对伊人生的作品都一个部分较有感受吼，伊会甲伊朗读伊的原文出来，较佮甲分享伊的感想安尼。第2个部分呢，就是咱会邀请咱线顶的朋友吼。来甲咱交流吼，你听过阮安尼讲，你有感觉有啥物想法，还是有啥物问题，拢欢迎你踮迄个 YouTube 的迄个信息栏呢吼，留你要讲的话吼，阮会甲你做交流。好，这就是阮今仔日要进行的方式。好，安尼咱就开始咱来交流会哦。好，哇，第一篇环保命案，哇，这个。迄个title 真正是足惊人诶吼，咱台语文学会当做命案吼，迄个都互人足吸引，伊到底是咧写啥吼？咱来欢迎这个阿关来看卖啊，这篇到底咧写啥物？好，欢迎阿关。大家平安，阿关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陈明仁台语文学选223页内底环保命案诶一趴吼，我来为大家朗读。命案发生有几种刑：宰杀、收杀、情杀、弃杀、意外杀、牺牲杀、乱杀、爱杀、错杀、自杀。其中牺牲杀有3款：计役外杀、政治杀、战争杀。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啥物？我要经一趴吼。其实阿玲作品当然足澎湃诶，毋知影要经对一趴。我就想讲，这个真特殊，就是咱台湾文学早期吼，真罕得有即款诶探侦小说，所以迄个时阵阿玲就把这写出来啊。而且呢，伊即几种型啊，其实但命案真正是写甲真完整，佫有足趣味诶，你看伊诶标题足趣味诶，佫有就是讲即个其中牺牲杀即3款是啥物呢？第一种就是讲是计役诶外杀咯，这就是讲若有人想要杀人，伊惊互人知影发现，所以伊就先杀 ABC， 上落尾才杀伊真正要杀诶猪，所以迄个 ABC 伊就是向牺牲去啊，吼，这就是即个杀。过来第2种。甲第3种就是甲咱台湾运动较有关系吼，就是第2种就是讲政府伊为着要顾伊诶政权，伊把无辜诶人掠来杀，吼，杀价价高，安尼互其他人讲要来啥物造反啦吼，即种诶就叫做政治杀。第3种诶，即个战争杀，就是讲即枪支嘛无甲炸弹拢无生目睭啦吼，所以。杀人毋是为着啥物，敢若是为着要去甲占别国，要人占甲赢安尼吼，即种就叫做战争杀。我感觉这真正是真特殊啦，所以以上就是甲大家小解一拍，多谢。好，多谢阿关。咱这个，歹势，我去补充一下，好，就是
其实佫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因为这篇内底破案的，佫有最高推理的，颠倒是女主角哦，就是一个女性，安尼咱会当知影讲阿玲伊是安怎来看待咱女性的这个角色，毋是啥物可能等待人去甲伊怜悯，伊是真有智慧，真知影讲要安怎去追究，要安怎去找线索，这我是感觉真赞。是，咱确定落尾后壁会嘛有做一篇，嘛是写关于女性的议题吼，所以人生这部分真正足厉害。这个环保命案呢，环保甲命是什么关系？是伊是环保死去啊，还是安怎吼？真正是趣味哦吼。我之前无看啦吼，阿管介绍一个，我真正去看，真正足精彩。好，咱迄个阿杨嘛，感觉这篇真精彩，所以伊嘛要来分享哦。好，欢迎阿杨。好，大家平安，我是阿杨。我刷落来要读的是，就是环保命案。伫陈明仁台语文学选第218页。渔船姑娘仔有气，想着啥？你敢知？打考啊！老人讲过，毋讲互规站，煞咧甲我考试。我是平淡想的人，着规气摇头准毋知。你毋是写小说的，敢毋捌看过探侦小说？探侦，迄是古早日本时代的讲法，即马叫做推理小说。我阁补讲真足，连日本嘛改做推理啊。推理，老警察常常咧讲，你是要安怎推？若讲做推理、推敲、推测事理，亲像法院的推事，推算代志安尼，着较有谱，是毋是你讲毋对去？我一个台文作家，来庄脚所在，讲台语，煞互老岁仔人掠包，淡薄仔见笑转上去。想要找伊的空，报一个鸟车弯，着讲探侦也好，推理也好，你的故事拢无合标准。人发生命案，爱先交代第一，发生的时间；第二，死的原因是倒拄死的，拄几刀，拄啥部位，伤痕安怎，也是枪子弹的，毒药偷死的。第三，受害者的财产交赔地缘，才有法度找出凶手的动机。你拢无讲清楚，我要安怎摇？着遐啰嗦哦！老人互我翕一个，讲话较细声。你安尼讲是无毋对。环保命案，你问的迄3项，我拢有查详细。毋过，甲破案的关节实在无啥关系，我着甲省起来，较袂影响推算。是嘞，你讲是推理的方向，若真是着讲。无，我转起来摕较早记的手机谱仔讲互你听。我看伊愈讲愈谦卑，一时煞感觉家己风度真歹。紧回讲，若甲案情无关系，就免啦。我头壳较歹，想无，你免问我，讲煞落就好。有影免，阮兜住近近啊尔呢。退休的老警察确定我真正意思，才阁讲伊的故。好，我刷落来要来分享我家己的感想。人写作的手路有一种，就是伫故事内底阁藏另外一个故事。简单讲，这篇是一位老警察在甲一位作家讲伊以早办过的命案。我读的这趴就是老警察讲到一半，雄雄问在听的作家问题，对话就安尼起过。我会拣这部分，就是因为第一，伫遮会使看到阿仁的语言意识。
这个部分伊阁特别用顶会言的人物互相对话，所摆都会用看到一寡用词无共的所在，像讲探情小说、推理小说。另外，就是嘛会看到讲，即马因为受中国语汉语教育，有时阵头壳内想的就是汉字，嘛会真直觉感觉，迄字就是爱讲某咪音，袂去想讲迄字用即个音来讲，感觉迄个音所代表的意思，敢是家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所摆也真特别甲推理甲推理的讨论放伫故事内底。第二，无共人物的互动真生活化，若像伫现实生活内底，你边仔会发生的对话甲反应，像互人指正，就会真不服，直接呛转去，也是因为对方路软，家己嘛感觉风度真歹，这个情绪拢是大家真捌的，就会感觉真亲切。以上是我想要分享的，多谢。好，多谢阿阳的分享，多谢阿阳分享吼。好，咱后一篇呢，较温柔的吼，咱要来看少女的春梦哦。吼，是比安卡要来甲咱分享。好，欢迎比安卡。大家好，我是比安卡。我要分享的是阿仁写的一首歌诗《少女春梦》，收录伫1996年出版的《陈明仁台语歌诗》这本册内底。诗的内容是安尼：少女春梦，春天的花遐尼清芳，甘愿做芳，酒伫花丛。彩丽的花粉，汤甜蜜甘。春天是咱的梦。春天的叶仔，戏人花丛，无情无义，莫甲阮人。阮长青春，毋知半项。春天是阮的梦。春天的风。请你稍等，阮有心事要甲你讲，将阮的花粉寄望春风。春天，阮的希望。以上就是歌诗《少女春梦》的内容。对这三拍，咱会使知影30多年前，阿仁就用台文。书写文学性真悬的歌诗，经过遮侪年后，这首诗看起来也是真互人感动。伊写出早期台湾保守社会少女对爱情的愿望，无法度讲互别人听，敢若会使暗想，暗想会使拄着迄款两人互相意爱的感情。莫互人欺骗的爱情，希望春风甲安尼的希望斗放送出去，愿望就会当实现。这是我读这首诗所感受到的意境。阿仁捌讲过，伊的小说、散文故事、戏剧创作、甲诗，拢有牵连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台湾的生活传承记录，甲语言保存义务。对《少女春梦》这首诗看起来，的确伊有做甲到，这值得要互写台文作品的人学习思考。上尾，我想要讲的是，咱着爱珍惜陈明仁先生这位台湾文学家，珍惜伊所创作的每一个台湾文学作品。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多谢。多谢，多谢比安卡，真诶，咱知影好好诶珍惜吼，真正无简单。啊，人生咧，伊遮侪年来来拍拼吼，真正留足侪物件，互咱会当迄落来看吼。好，咱就开始来研究即个查某人诶议题啦吼。咱后一篇是即个落水反清。
清水螺，吼阿优要来甲咱分享哦，吼，咱欢迎阿优。大家好，我是阿优。我想要分享的是爬乡的故事内底的露水反清清水路的一趴，其实是上尾一趴。过来长长的日子，溪边的人无搁用溪水的清甲落做酒蛇。天地的代志，毋是人会当操切的，总是落的大水要大管迄个我毋捌看过的四句的名，嘛着伊家己欢喜甘愿。清清的浅水也袂当阻挡迄个小姐的决志。露水反清清水路，真正的意思就是安尼。我感觉即个故事咧讲人的意志甲讲话毋当讲伤绝，是真重要的，所以想要分享即段，就是安尼。好，阿优已经分享煞吼。对。好，多谢你。歹势吼，拄我迄个表情符合饲一个毋对。其实即篇真正是互人真感伤的一篇小说啦，吼。我是要饲迄个泡即个叫做伫边仔尔，吼。真正即篇通到伊阿优吼念即篇，真正互我佮甲迄个感觉扣倒来，足可怜的，好。咱若有兴趣，会当去甲掀来看，是安怎落水会反清，清水反落。人生伊甲即个感情吼，寄付伫迄个溪水顶悬，诶，写法实在真厉害，吼。好，咱搁来继续看后一篇是阿纯，吼，这嘛是有关于咱迄个查某人的议题啦，吼。好，来，请夏米来甲咱分享，欢迎夏米。大家平安，我叫夏米，我要来分享即篇吼，是伫单面人台语武学选吼160页，即篇阿纯吼，我先来读吼。读高中的时，有人甲我报一本专门讲台语汉字的字典，是梅山新附近的对音宝鉴。我无论啥物台语字，拢有缀参。我特别找有啥物字读做纯。一下扁开，用罗马字注音，无法度，紧搁去教会拜师学白话字。出师了后，变录音宝鉴，才知纯有3个汉字，拢是我毋捌看过。头一字讲甲土仔有关系，第二字含皮肤的反应有牵连，上尾一字徛南边，甲一字尊。就是尊敬、尊崇的意思。我想，几十年，庄脚人哪有可能学即款全世界无几人捌的汉字？就是为要研究阿纯到底安怎写做汉字，煞变台语学者。我拄则读的即趴吼，是安怎我会经即趴？我想，第一就是当然，我本身是有做找台语词典啦吼，所以其实对即个字词典吼，我家己有一寡想法啦吼。当然就是迄个咱作者人生吼，伊其实伊有甲我分享过啦吼，就是讲伊其实因为伊有即个机缘啦吼，去无张伫迄个家吼，伊的迄个乐友吼是甲伊教白话字吼，自安尼伊才有才调讲写迄个台文的小说吼，伊会讲伊就是因为有法度会晓白话字，所以伊有法度一暝吼写迄几万的迄个，就是足长的迄个台语小说吼，就是拢袂去互卡掉的吼，就是袂伫遐想迄字到底要写啥物汉字安尼啊。所以我咧想，伊家己写即篇有淡薄仔咧聊咧口说啦吼。当然伊迄是伊写小说的手路。甲另外一个就是
虽然讲伊遮是讲吼，就是伊是安怎样去学这啦，当然这就是这算小说啦，所以伊家己的经验，其实毋是因为即个纯的纯啦吼，去找迄个吼，所以这是我感觉较趣味的所在。啊，另外就是讲迄个真侪人吼，就是上尾即句话吼，去研究讲迄到底是啥物迄个字吼，嘿，就是迄个汉字吼，要写做啥物字吼。我想即个片名嘛已经互逐个迄个答嘛，就是嘛无迄个汉字啦吼。过来咱台湾人敢有影有可能就是迄种就是会去调工去找遐个汉字来去夹好啊，所以我想讲足侪人吼，为着要写台语去找找迄种无尾项吼，就是毋知到底是啥物字的字来要写吼，实在是加了时间啦吼。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即篇嘛会当互大家去思考讲，学台文敢需要像安尼达不时伫遐咧找汉字，安尼敢有影对台语文是讲咱语言要通化有帮助吼，这我感觉真值得大家来做伙思考看觅。以上多谢。好，多谢黑米。啊，即摆咱后一篇呢，咱的查某人的议题一定离开即个恋爱对无吼？恋爱故一定要讲即个恋爱故。啊，事情是安怎恋爱故咧？咱来看阿关来分享哦，吼，欢迎阿关。大家平安，阿关过来啊！这篇的主角其实伊毋是女性，伊是男性。我即马要讲，是台湾网报创刊号第3期第12页内底的一趴吼。这趴这个小说，这篇叫做《诗人的恋爱故》，是伫28当前的创作。我来朗读，大部分的时间，阮拢定睛看光景。想代志，想要画就画，有时也伫月光的海边，像拿小揽小金。伊知影我毋是假，无招我做假，传统的 make love。伫大连的落叶顶，伊用喙、用手、用喙、用规身躯的温柔，伫安慰我。伊伫人面可能袂实的伊教导，伊用宝血要清洗我的罪过，伫我的身上滴圣水，甲我洗礼。我的圣灵溢伫伊面的时，伊欢喜的目屎也伫目前闪烁。即摆我要来讲，啥物我要选这篇。我还未学台文进前，就是5当前，我有去大学内底旁听台语文学的课。迄个时阵，坐伫大学的教室内底，我第一个冲击就是讲，哇！阿公阿嬷甲我讲的话，竟然即摆是伫大学内底会当安尼讲，而且佫有人写落来。迄个时阵，教授伊小解这篇小说，就是《诗人的恋爱故》，我印象就足深诶。毋若讲。咱是大人咧讲诶话，会当伫大学内底，佫有即种性爱诶议题，而且是台文写诶呢，竟然会当伫大学内底安尼讲，我就感觉真有够特别，也有够赞。主要有3个原因，我想要今仔日来讲一趴吼。第一个就是讲28当前，咱台文就。林甲咱写即个同志的议题，佫有不伦哦，内底佫有男主角甲伊的后母，嘛是有做即种 make love 的代志。过来，所以这是真前话吼，应该是迄个时阵，咱即马少年人拢流行看什么 BL 咯，其实迄个时阵就林已经有写咯。过来，第2个就是讲，逐个人拢叫是讲林先。写的是古早的故事，其实毋是。林先嘛是有写做现代的，像刷来阮读册会要读的路像杜贝啊，佫有我即马今仔日分享的这篇吼。第3个就是讲，即个认同的议题，
其实是介要紧。拄则小美把是有讲到讲，咱个人的认同、国家的认同等等。这篇伊是咧讲找找家己性别的认同，啊，佮有伊家己认为伊是啥物，啊，佮有伊对家己的认捌。这个敲吹过程，就是借这个故事来讲出来。大家拢知影讲，这礼拜过去这礼拜，就是 Nifia Wind 伊去总统府表演，伊是变装艺术家嘛，又得到真悬的迄个冠军，变装的比赛的冠军，啊，去邀请入去总统府演出，这是。啊，佮有就是可能大家毋知影，就是欧洲的歌唱大比赛吼，也是即礼拜哦，是瑞士得冠军哦。即个唱歌的少年囡仔，伊创作的歌曲，伊就是讲家己是无性别的。所以咱讲啥物LGBTQIA， 这即马大个人拢真较会当接受，把知影的代志，28当前，阿玲就已经来创作出来啊。所以真了不起，好，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大家有兴趣会当去册来看。多谢。好，多谢阿关的分享，真正是厉害吼，啊，嘛是真澎湃，啊，其实这个恋爱部分是无分，应该讲毋是查某人的议题尔吼，各种人其实拢有这个需求啦，咱大家人拢有这个需求，拢有这个感情的寄托的需求，好。啊，咱后一篇呢，咱来看这个，诗吼，咱很多人一直看小说，啊，咱即摆来看诗哦，吼，啊，这个后一篇，这个威良呢，要来甲咱分享，好，咱欢迎威良。大家好，我是威良，我到伫这个哈，甲大家到今仔日来分享最欢喜的，我即摆来读诗的内容，啊，这篇诗是伫咧陈明仁台语文学选内底。第17页，好，即摆来念。乌色诗人，人讲我是乌色诗人，我尚在爱用诗探讨生命，学了死亡。人讲死亡是乌色的，这是一种误解。死亡是彩色的，真正的人生才是乌的。生命咧煞的时，才看会到色彩。我是一个彩色的诗人，我厌弃乌色，厌弃无色彩的人生。我学了生命，生命创造死亡，创造色彩。人生若无创造，死亡就真无彩。色彩若无乌的，咱就对落更较乌暗的世界。我毋是乌色诗人，我是学了乌暗的诗人。嘿，这诗读了吼，有啥震动的心情？但是我有感觉会甲大家分享，是感觉伊用这个诗来写这死亡吼，真有意义啦。伊用色彩来讲这死亡。啊，伊讲咱用色彩来讲死亡，咱有时咱会感觉敢若倒摆安尼。其实咱来甲认真想吼，伊用色彩来写死亡，实在是咧讲咱人生爱有意义。啊，所以咱死的时阵，才有看到色彩安尼。嘿，啊，这是会使拍破咱感觉讲对人惊、对死亡的惊吓这种感觉。啊，我感觉会互人真有勇气的，在活的时阵会去找这人生的意义，真好。啊，因为伊才有去讲嘛，伊讲伊是学了死亡进前的生命，啊，所以感觉讲这才有色彩。啊，无伊就去讲人生若无创造，死亡就真无彩。我想即句话应该是对大家来讲嘛，真有意思吼。咱来咧找这人生意义的时阵，咱会使感觉到一下这伊这讲到这人生，你若过了真无意思的时阵，你就根本就无色彩，就是乌的。啊，
你若有认真拍拼，啊，你最后要死的时阵，咱会看到色彩。啊，最后咱来看这，互我感觉有感想是讲，嘛感觉头啊看无啥有诶是讲，这色最后这段来讲，就讲色彩若无乌诶，咱就对到搁较黑暗诶世界。即句诶意思我是想足久诶，但是我感觉是讲，即个色彩若无乌诶，即个乌诶吼，一个引申讲咱这人生诶这拄着一寡较无顺遂诶所在，比如讲破病啊，还是讲过去咱台湾伫咧专制即个时代时阵，啊，伊用这色彩来讲，讲这乌诶是咱人生当中会拄着诶即落较无好诶坎站。啊，咱若无对抗诶时阵，咱就敢若知影享受时阵，咱就会对着搁较黑暗诶世界，吼。啊，这我是家己安尼想诶，毋知大家诶想法安怎？因为这诗是真会使互人想象诶一种文学作品，我嘛感觉安尼写真好。啊，所以最后又讲，我毋是乌色诶诗人，我是乌落黑暗诶诗人。嘿，啊，这我诶想法嘛是感觉讲，伊是咧讲这争取自由、公民诶人生。嘿，好，我讲到这。好，多谢，看下大家有想法，会使搁提出来。嘿，多谢，我用时间交互小米。好，多谢威良。阿仁的诗是无真好读啦吼，真正是安尼哦。毋过真有趣味，大概读咱会大概无感觉诶感受啦吼，拢迄个解读起来真趣味吼。像拄仔威良讲诶，真诶，伊只标题写黑色诗人，伊佫讲我毋是黑色诗人，我是黑了黑暗诶诗人吼，真趣味。好来，咱后一个咧，就佫倒来看咱诶小说咯，吼嘛是。嘿，查某人遮个议题佮继续吼，发午嘛对看诶故事，咱古早人嘿结婚是对看诶啦吼，咱来看嘿丹露来伊诶分享，好，咱欢迎丹露。大家好，我是丹露。即届分享我经3名人文学选内底发午嘛对看诶故事第153页第1趴。台湾传统诶渔人婆啊，有一个职业病，若有人养伊，即个渔人咧无趁甲少，的确毋情愿放手。即个无介意就换找别个。即款精神是现代做服务业诶应该爱好咧啊学诶。头个做无成，随手过来报第二个。一车内猪肉店诶后生，人生做大箍白，看起来怀爸爸诶款，连添丁仔自来就惊。过来，讲是公务人员，煞是一个警察代理。添丁仔自来就讲，做警察是危险工课。即度诶，甲运转手，伊拢无爱，讲是要互清洗家己看，家己警。到尾，拢是老爸意见，较济过猫仔门。阿仁诶写作就是安尼，读了感觉足深切，兼笑亏。有时啊，佫会读甲要哭，点起下句，心内足艰苦。亲像在写你我诶故事甲心声。伫伊诶作品内底，济真有路诶人生演变，佫有逐个人各样诶悲苦痛乐。阿仁甲遮个拢替咱牵起来，成做台湾人文学诶宝贝。若要欣赏正版诶台湾文学，哪会无来读阿仁诶作品？好，多谢丹露甲咱分享吼。是啊，真诶哦，咱要知影真正台湾诶文学，就爱来读阿仁先诶作品。好阿仁先伊不只是写咱较早诶查某人吼，伊嘛写为外国来诶查某人哦。咱来看后一篇，
印尼新娘。嘿，啊，这个洪总要来甲咱分享，来，咱来欢迎洪总。大家午安，我是洪总吼，我今日要来分享，阿仁先吼，伊是即个爬远的故事吼，第6集吼，产生的命运纪事内底一篇吼，这篇伊抬头叫印尼的新娘吼，伫个227页遮吼，我来先来朗读这趴互大家听吼。阮阿母迄阵才15岁尔，15岁尔啦吼。听讲因遐的查某囡仔较早到水，查某囡仔了了啊，到10外岁啊，就嫁啊。阿母虽讲也未嫁，毋过嘛做人啊。过春年就要互人带入门，拄来时，伊逐工去海岸顶等故乡的船只。望春流会甲因阿爸甲兄哥的船仔渡来，一天等过一天，海水毋捌早来故乡的消息。这篇这趴吼，我念了我就有感想啦吼。我来分享我的感想，因为这牵涉到这个亲情爱情吼会用讲这是一个孤女的愿望啦吼，这个背景就是讲阿仁先伊是一个作家嘛吼，伊伫这个1999年9月2日吼，咱台湾讲9月大地震吼，伊就去救济嘛吼，其中有一个含义做伙吼，嘛讲正话吼，迄个叫阿元啦吼，阿元讲伊的故事，问看伊嫁袂，伊中年人30外岁嘛吼，未娶，伊就讲伊是要娶印尼的新娘，这都后壁就牵涉做一个故事所以伊是带阿仁先，伊知伊作家嘛，伊用家己的故事记录落来吼，带伊去伫北港附近的一个海边啦吼，讲因老母的故事安尼互伊听吼，头拄我念这趴就是伊讲因老母拄来时才15岁尔吼，因为因阿兄。因老爸甲因阿兄吼，就是咧印度尼西亚吼，这个国家吼，伫伊的这个西南方吼，伫澳洲的迄个西北边遐吼，有一个小岛啦吼，这是原本是属于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土地啦吼，即摆已经独立吧，应该超20外档吧，伊叫做Timor吼，咱这个汉语叫东帝汶啦吼，因老爸甲因阿兄就是为着要改革嘛吼，要互老百姓较好的生活吼，参加这个独立军的这个英勇的事迹啦吼，尾啊造成这个建国嘛，但是伫这个建国进程，这就是要有人牺牲嘛，这个阿元吼。阿元应该算我老母的阿爸，就是外公嘛吼，外公甲因阿舅啦吼，尾啊就是叫印尼掠去枪杀。因老母就是换一个有一个未婚夫啦吼，未婚夫因为要救因外公甲因阿舅吼，所以嘛拢做伙互枪杀吼，这是伊逐工拢伫咧海因老母吼。这个古女吼，逐工拢伫遐等海岸顶等足久的吼，拢等无我读较济，我就感觉阮老母对我嘛足好的所以有当若去做工还是较晚转来，我就会感觉老母毋知有发生啥物代志无吼，心内就安尼会惊吓安尼我读这篇我就感想着人咱将心比心嘛，伊当时应该吼嘛是做。那有啥物海水的声，啥物声吼，伊就希望讲看有啥物消息传过来无安尼但是尾啊传过来的消息是安怎？是因未婚夫迄边吼，有人传过来，就是讲因拢互枪杀去所以尾啊伊就坐船去
去等于找因老母啦吼。尾啊含咱台湾这个渔民吼，这自本咧掠鱼啊，掠到南苗迄边拄着风台，去互因老爸甲兄哥救起来。所以这一个因缘就对啦吼。尾啊去印尼找因老母时，因老母就讲你嘛未娶吼，因查某囝无当介意安尼啦吼，就是安尼来迄个因缘就对啦吼。所以这篇就牵涉到这个亲情甲爱情啦吼。会讲这个故事，这个阿元就是这个孤女吼，伊逐工伫遐期待落长本来有希望尾来失望搁来变绝望去加在好加在啦吼，因后生吼，要娶印尼的新娘，就是要来含老母做伴啦吼。这是会用讲是一种的孝心嘛，这互咱较安慰，就是讲因老母虽然是拄着这款代志吼，咱将心比心，咱会去拄着咱这款代志，咱是免去烦恼吼，免去对待这款的这个代志。我认为这拢是因缘啦，这无法度安尼上好加在就讲因这个后生吼要娶印尼新的是一种孝心，这互咱读者较安慰的所在吼。我分享到这，多谢。多谢洪总的分享吼。好后一篇呢，这个标题的嘛是真新鲜，就是这个新妇啊吼，不是新妇哦，佮加一个吼，新妇啊是无共的哦，地位差足济。伊安怎变红姨嘛是真趣味的一篇小说。好，咱来邀请这个慧玲甲咱分享。欢迎慧玲。大家平安，我是慧玲。我要来小解《新妇仔变红姨》这篇小说。这篇小说主角叫葵啊，伊互因老爸分去，互人做新妇仔。做新妇仔的查某囡仔大汉，注定就是爱互送做堆啦，毋过葵啊，伊有家己的安排。人生安怎描写这个查某囡仔咧？我来读一趴，大家听看卖。葵啊，伊一世人毋捌字，毋过伊自细汉就各样，定定毋知甲谁咧讲话，边仔根本都无看到甲半个人。伊讲话的表情阁真正经，问伊是甲谁咧讲话，伊有时讲是生份人，有时讲迄个阿祖咧。葵啊，因阿祖自伊还未出世就过身啊。伊也毋捌见过，人阁问伊阿祖啥款生长体态，煞讲甲对同。昨年才喊起来，讲葵啊有阴阳目，会当看透阴阳界。一款通灵的人，阁有各样的所在，喙极破格。人讲无影无一只，煞讲甲对，有预言的本领。对未来特别敏感，若互伊讲过的代志，拢特别像。人讲声甲喙会使照人生囝，串讲串准，佮拢毋是啥物好康代。愈大汉，神秘的怪事也愈侪。厝内的人煞有寡惊伊，这也是因老爸紧要甲开分互人做新妇的缘故。好，读到遮。我头摆接触台语小说，就是旁的故事。这部小说我真喜意，因为内面侪故事，我感觉不止亲切。新妇仔变红姨，这篇就是真好的例。因为阮内妈就是新妇仔，我有几个阿姑，因嘛是新妇仔命，有的阿姑甲我是有血缘的，因分出去互人做新妇仔。有的阿姑甲我是无血缘的，因原底是抱来要互阮阿伯做新妇仔的。为新妇仔变红姨这篇故事，咱通体会台湾社会对查甫查某，阁有对婚姻的态度改变真大。伫
还未到100冬的时间，就已经差天甲地啊！吼，亲像讲，咱即马时间的讲法，吼，咱讲，查某囝是老爸真细爱人，吼，即马真济做老爸，吼，甲因查某囝惜命命。毋过以前的查某囡仔是互当做工具，吼，查某囝留伫厝里是爱因伫厝里斗骹手斗做事，加出去就是去别人兜负责生囝，吼，查某人无互当做人在看待。我有一个阿姑，甲我是无血缘的，伊是本日来要互阮大伯做新妇仔的，毋过阮大伯伊大汉以后，因为伊有读册，就无要接受即款安排，所以伊也是我的阿姑，无变做我阿姆。就是讲，查某囡仔，查甫囝会使拒绝，毋过新妇仔袂使。即篇小说主角亏啊，伊有家己的想法，伊伫结婚迄暗逃走，这以前是真稀罕的代志。人生真够写，伊小说写甲无亲像小说，亲像时代咧广告的记录。无怪，阮读册会讨论的时，定定都有人在问讲，即个故事是真诶还是假？都亲像导演拍电影，观众看甲起交疑，问讲，即个影片这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所以欢迎大家斗阵来看阿人先广告，看恁读了敢袂想要问伊讲，你写的故事是真诶，还是你家己编诶啊？好，分享到这，多谢。多谢慧玲，真诶哦，人生诶小说真正会弄会即个问题啦吼，这真正拢互咱想讲到底是真诶啊假诶啦，那会足可怜吼。好，咱来看后一篇哦，后一篇即个爱诶故事吼，这标题看起做一般般对无吼，毋是哦，是咱想诶安尼哦。好，咱来看，桂兰吼，伊要甲咱分享，咱来欢迎桂兰。大家平安，我是桂兰。我今仔日所选的是《拍远的故事》第3集《爱的故事》。要朗读的是第206页。阿周因爸母本底是揣一个欢喜的心情，要迎接这个大新妇，哪知做大水，做规工，烦恼东，烦恼西，搁新郎较骄门，无代无志，一脚会煞飞出去，落落水。自来毋捌发生即款代志，听讲就安尼对女也煞看袂假的。阿周嘛对咧无啥欢喜，娶某了对女也感情直直冷去。阿周搁定定骂伊拍伊，有时嘛捌拍伊。才会愈想愈凝心，甲农药当作冰水，安尼规罐栽。上界互人担忧的是这3个可怜的外孙，无老母的日子是要安怎度？细汉7个查某的，还阁红红幼幼，女若毋是切心。免行会开骹。自古以来咱这三角恋情实在无啥物稀罕啦，无啥物稀罕的代志啦。若安尼，咱对人生的这篇爱情故事，看到啥物无啥物，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呢？实在讲呢，我看这篇故事是心情是真沉重啦。两个姊妹的命运暂然无共。若是讲到姊女的，伊就加真温顺啊，毋敢反抗这个父权社会的体制。煞
伊人生变做啥？讲进无步，退无路啦。所以这悲剧啊，镜头啊，就注定就因老爸安排就毋敢反抗，自然就是就是注定着安尼啦。但是若是因小妹妹啊呢，伊嘛是爱伊家己的姊夫，伊嘛明知讲这安尼对不起家己阿姊，毋过伊敢勇敢表达伊的想法，所以伊的爸母嘛是无伊的法度。毋过呢，蕊啊，伊到尾啊，将阿姊的悲剧甲扭曲变做喜剧，算做一个大圆满。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两个姊妹因的命运无共，互咱值得咱去思考，咱要安怎掌握咱家己吼。伫即篇吼，咱嘛会当看到拍远迄个年代吼，一寡欠算的代志，连即个天灾地变嘛，拢归伫查某人的心情。什么乌落木济代志，拢要归伫查某人所带来歹结条。像这册里写的，这嫁翁啊，新郎踢桥门，讲安尼会当甲新娘压落底，袂使互查某人出头天。啊，林仙伊伫伊的作品内底，咱会当看到侪的女性主义吼，伊为咱女性来发声。好，这是我对这篇感想，多谢大家。好，多谢桂兰，嘿，这是真赞一篇小说咯吼，会当互咱好好来思考，咱女性伫现代是偌尼啊幸福啦吼。毋过听阿桂兰安尼讲哦，即个阿人生的写作的方式实在够厉害，这最细幼路的物件，伊通写到遮尔，互人感动吼。好，咱刷落来呢，咱大家进入一个较严肃的议题哦，吼，来，咱来看后一篇是阿拉玛独立的证书，虽然严肃，毋过是真重要的。好，阿杨要来甲咱分享，咱欢迎阿杨。好，伊个是我来啊，嘿嘿我就是要读的是阿拉莫独立的证书，是伫陈明仁台语文学选第20页。好，阿拉莫独立的证书 ，Texas 美国的古青，本土上大的一粒青，经过5摆无共款的政权，留落骄傲的历史。伫San Antonio的阿拉莫，勇敢的战士背剑唱声，要独立的徛过来，一场保护尊严的战争开始。阮的人少，阮有决心，侵略者会当摕阮的性命，毋过因无法度改变阮的意志。同志的尸体贴做一烟风线，火甲升到染红。无法度阻挡敌人的兵马。阿拉莫的证书，阿拉莫独立的证书，全数战死，无留半个人。简单留互历史一页评价，留互观光客笑谈，也是笑念。台湾太平洋的一粒岛，古早上水的一粒岛，经过5摆无共款的政权，留落建设的历史。伫台湾的岛落，才找有勇敢的战士，好胆唱声，要独立的徛过来，为保护咱的尊严甲土地。阮毋惊死，阮有决心。侵略者若要占咱的土地，就爱摕命来换。同志伫家己的土地咧关家，228的冤魂咧嚎叫，统治者伫遐咧笑。无路用的台湾人，毋捌有国家的台湾人，抑阁活伫别人统治的家己的土地。咱要留互历史啥款评价？伫开阿拉莫的时，一只飞行机飞过，画一顺真明的云烟。
我刷落来要来分享家己的感想。我会经即首，拄去有真强的台湾意识，其实嘛有家己的私心，嘛就是即篇拄好讲到我两个身份。我是伫美国的 Texas 出世，毋过伫台湾大汉。所摆咧读的时阵，有真深的感触。原来两个所在遮尔类似，有遮尔类似的经历，需要做出的选择嘛遮尔相像。人咧讲两个无共的时期，台湾还阁咧行，Alamo 是已经行煞。Alamo 虽往事，毋过事甲有尊严，真甲真公平，因有骄傲的结尾，无救气。台湾咧，敢袂像 Alamo 共款，真到最后，还是会因为惊吓放弃。Alamo 的战士为着家己的理念，为着家己的土地，安尼徛出来。台湾人咧是要用什么态度面对，要做出什么款的决定？就像伫诗内底讲的，未来的人咧看这段历史的时阵，会互咱什么款的评价？其实今仔日咧读的时阵，嘛拄好互我想到，就是即几工伫议会发生的代志，甲民间所发起的行动。这真正就是像拄则讲的，咱台湾人的决定是啥物？世界互咱台湾人的评价会是啥物？真正是值得咱来思考的。我想这嘛是阿仁想要互读者来思考的代志。以上是我想要分享的，多谢。多谢阿杨，阿仁真正是厉害啊吼，够厉害。这严肃的议题，伊嘛是很少甲咱真正真有感受吼。阿杨甲咱来分享嘛是吼。好，继续呢，咱搁来看较小可悲伤的议题，毋过即个黑米分享的是较无共的啦吼。毋过伊的标题是228吼。好，咱来欢迎黑米。大家平安，黑米过来啊！迄个我要读即篇是228事件吼，毋过我竞选的内底内容甲一般咱知影讲的迄个咧讲228较无共吼。到底内底甲迄个有228有啥物共界吼？请大家家己去读原册，因为即篇嘛较长啊吼。我经即趴我先来读看觅，我才来甲大家分享啥要经即趴来讲。清水甲古老牛仔糜散，哪食哪会炒一支菇仔，要下偌济肥。坎中甲火旺大细身的，哪讲东门的查某人代，忝肥仔、超仔，甲德金、德某兄弟仔。点点食几若碗公，减讲趁扫，两盘鸡烧济硬，松甲油古里仔的兄哥大鱼绳代表陪人客食倒，大鱼绳讲陪人客是好听的，伊臭耳人兼大姊，家己顾食，哪会唬甲人爱杀嘴？敢若喙杂杂叫，毋知是叫人食，抑是咧拿喙齿芳的肉油仔。超仔专讲面前迄盘鸡，碗内一块，喙里一块，鼻硬一块，目睭搁掠盘内金金相。看人硬甲剩一块鸡尾水，袂赴抢。紧呛讲，迄块尾水我会，我爱食尾水。喙里踢一块肉，伊嗷叫，无人听有伊讲啥。忝甲尾水硬起来，拄要踢入喙，超仔用箸去夹，当无要互伊踢入去。夹一个无拄好，尾水煞拍甲漏。
好着一只毋成狗，甲尾水甲咧走。鸟仔看肉，互狗仔咬去，心狂会倒，嚷啊忝。我著甲你讲爱食尾水啊，你阁硬互狗客。狗囝欠尾水，阿忝嘛真毋愿。干，你骂我！鸟仔愈掠讲，我是讲迄只狗囝肯食尾水。你爱尾水，起身毋饿，肉食了才呛声，硬叫，谁听有你咧讲啥？若爱，袂先硬去。大耳熊啊，臭耳人咬完话，看阿忝喙和硬糊的形，掠做咧笑伊，伊讲：我生本臭耳人，你惊替我硬糊要创啥？无你的代志啊！鸟仔甲大耳的大声喝，佮往阿忝讲：你讲迄喊鼓，我的猪肠硬一块啊，是要安怎佮硬？一个人敢会使举两双猪？两个愈吠愈大声。大耳熊啊，佮掠准逐个拢咧讲伊，毋愿无辜受侮辱，嘛斗闹热花惨落。古老仔讲：好啊啦，这一块加尾水，互狗仔好空一摆，无啥。干，狗囝欠尾水，阿忝还咧毋愿。你阁骂，毋正经，鸟仔嘛起错。我骂欠尾水的狗囝，干你娘的，你皮咧上啊！鸟仔爬起来要拍阿忝，阿忝起骹走。鸟仔骹落，手大，汗臭臭，自来有较白，装来还手白，牙切包，无人比伊说面较好。阿忝细粒子，毋是鸟仔的对手，看鸟仔要拍要指，直入来，走到古里仔因护梁边，看到一支猪头病，刷手杀起来要喊鸟仔，挡伊入过来。鸟仔靠说伊捆头有力，剪我去，使一个罗汉扫，起骹跳。阿忝闪无过手，互扫一个跋倒，猪头病煞脱手，互对方抢去。换伊往内要讲阿忝，阿忝赤手半抢半夺，到粪堆仔边，看到一支粪签，爬起来要回鸟仔的猪头病。假使杀咧，两个伫遐西牛对角。我拄则读的即趴吼，我想内底我家己讲即趴是因为即趴内底有两个特色我真喜欢。一个就是咱台语内底就是有足侪即种话语啦真趣味内底拄则听到，就是当然就是伊标题咧讲迄只狗啦当然嘛咧屁笑人是狗囝啦这就是这台语讲话一款趣味开啦这个内底这个情景就写甲足活跳所以我感觉这是人生这个做到写作的一个手路另外就是因讲了的咧相拍嘛所以内底你有发现讲这个内底动作迄个情景迄个台语内底做有路的所在，就是动词甲形容词咱咧写迄个景的时阵，就是用迄种写实的手路有法度甲迄个画面写甲，互你读了有法度感觉迄个画面就是伫你面头前出现，就是若咧看一出戏共款这嘛是我真注意讲咱即个台语文学我早前就咧想讲台语文学咱要追求的迄种好的作品到底生做啥物款？当然，逐个人可能有无共意见。毋过我伫咧想讲，台语的文学作品，伊的特色，我想甲伊的语言的特色嘛，真有期待。因为伊这语言特色，才有法度表现出台语本身伊的特色。所以，我有读
无共款的作品，我就感觉讲像咱即款有法度用就是台语做简单的话语，毋过有法度甲即个情景，甲伊要表达的迄个气氛、感受写甲真有路，有法度表现出来，互你感受会到。即款我感觉这是咱台语文学爱去追求的迄个好的迄个作品的型，还是讲迄个模样吼，这是我家己所比，嘛是我所盼望的未来当去看到即款的类似即款写作的手路，这嘛是我真感谢，真希望我都甲即款的作品写出来。以上多谢。好，多谢海丽。是哦，所以讲我感觉咱来用台语来写部叫小说的话吼，一定足精彩吼。像很多即段，咱就真正看到迄画面伫遐咧相拍吼。好，咱后一篇呢，咱来较轻松的哦，吼，咱来看即个路树下哦，吼，下杜芭啊。我之前有探到去吼，我读做路树骹，因为咱读大部分拢会像讲是路树骹，即个骹甲下有啥物无共咧？咱会当听即个威良呢来甲咱解说一下哦。好，咱来欢迎威良。大家好，我是威良，平安。就即摆咧讲即个下甲骹，我嘛是最近才学到的，就是讲咱若讲下的意思，就是迄个物件是一个即涂骹以下的，迄叫做下。若要讲路树骹，就是一个树下骹，比如讲若是人还是动物，这是咧路树骹。咱即个故事要讲的是即个杜芭啊，杜芭啊就是一个涂的下骹，所以咱来念路树下杜芭啊。才对，好，即马阮有当咧台语大家斗阵读书都拢有进步安尼，好，我即马来读即篇，即篇是一个路树下杜芭啊，即本书内底第149页吼，好，我即马来读，伫台北即款城市根本就无孤单的条件，家己坐公车也是捷运。上下班游过，那像游魂伫城市问来问去，车内嘛看会到共款孤单的目神。想讲要甲对方熟悉做朋友，毋过感觉有一缘红门土墙啊，挡伫中央，袂得近我。即款所在，毋是孤一人会得生活的。杜芭啊，才会当活落去。我读即个故事的时阵，看了即段，感觉真有画面啊。你看伊用这迄落，因为杜芭啊的生活就伫咧迄落迄落土的下骹嘛。咱伊才来比较讲，咱台北这种大城市，人甲人之间，虽然是住真近。坐车的时阵，拢身躯嘛拢真接近啊！去开车的时阵，对不对？但是咱人甲人却无话讲，嘛就冷的安尼，迄种感觉就会使互人感觉讲，真的是，会足孤单的。虽然足快，但是心内是足孤单的。伊这画面阁有这杜芭啊，因为咱这迄落才有讲到捷运嘛，地下铁种交通工具，咱大城市安尼就驶入去，阁出来安尼，就迄个画面就敢若杜芭啊，在涂骹内底问来问去，我看真趣味，我感觉即个比如真活跳安尼。另外一个比如，咱阁看着讲即个，咱若要甲伊熟悉。就感觉讲有即个人甲人之间有一缘红门土墙啊，挡伫中央，遐尼啊重遐尼啊高的即种即个壁伫咧中央。只有我家己的想法是感觉只有个杜芭啊才有法度踮遐软来软去。一般的人是无法度想，无法度安尼想法。我阁有引申出来是感觉讲迄个来一个较。正直啊，是讲较老实的人吼，都无法度踮咧这大都市安尼好好啊生活。我是感觉有这引申的意思啊，
你想看觅，迄大尾仔就是伫咧迄个涂骹的软来软去较有法度软转安尼，吼也是讲即个像冻伫中啊，软转过去。若一个较老实的人，较直的一个人，就真无好生活到，无法度生，比如讲伊的迄个事业啊，无法度升起哩，大尾仔迄种较软转的人较有法度。好，我分享到遮，多谢大家。好，多谢威廉，嘿，要跟你讲讲。无，我即马就是讲安尼，多谢。好 ，OK， 威廉，多谢你是吼，这个意象真正写得真好吼，露手 A 哦，吼，个大尾啊，嘿，好，咱若看到大尾啊，咱就想着囡仔时阵对毋对？好，咱来看后一边哦，嘿，咱来沿路走找囡仔时，这边是怡清呢，要来甲咱分享，好，咱欢迎怡清。嘿 ，Hello， 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怡清。我今仔日要选出来分享的是为沿路超找囡仔是这篇散文，是收伫拍远的故事第4集产生囡仔记事第189页开始。好若无其他代志，我就先念这2段3段，好，先开始拍。软过试着拿路仔到遮分享车，一条高旗细庄外，对冲啊坡过，沟仔底落仔真高，寒一骹冬瓜仔，凊彩摸一困就甜甜。若气温较好，阁会捡着河流，也是啉着土沙。另外一条是入庄内的路，沿路有红树，长开的时，比火较炎的红，会互人心肝烧热。乌喙笔仔甲乌手，敢是共条仔内的7、8兄弟，定定会斗阵耍，合唱乌手加酒。我较爱囡仔，尾溜袂输是用加多剪的，开车的线条真直，西方人爱穿燕尾服，我感觉囡仔是穿插真成熟的条仔。便若要暗仔时，会伫厝前银钱卡吼叫，甲日婆国家陪烧肉。即时规庄试得无几无，伫尾厝孙仔专工种的，摸着颠倒有较济。囡仔敢若足久就喊得来陪地啊！剩一寡无路无厝的赤鸟仔酒伫电火线顶，看即出农村变迁的戏文。狗仔一帮喊有几哩。开时袂输是土地流出来的目屎。好，所以讲我选这2段为这篇散文来是讲我家己是真介意阿玲先的伊对迄个农村情景的描写，若是有一寡动物甲事物的足活跳的描写，嘛有讲着迄个。这是讲时代变迁的意涵，算是有即个意涵伫即个描写的情景内底，像迄个农村变迁，咱现代人拢已经知影是农村啊、都市啊，即个时代变迁，所以讲有迄个随时间发展的无同款的迄个风景。即个描写情景拢有写甲真幼露，所以讲我家己是较介意即款的描写，所以讲就选择这2段出来甲大家分享。好，我的分享就到遮，就交互小美。好，多谢怡清，伊是少年人哦，我感觉伊安尼会当用台语遮尔练转来甲咱介绍是无简单哦，咱真欢喜哦。咱有这个新的少年人来参加咱遮即种台语的读册会，好，迄个
即个沿路走找囡仔时，咱看了，咱即马来山城后一篇，哦，这做气氛的呢吼，这感觉伫山城内底听歌呢，吼，啊，这篇咱的桂兰呢要来甲咱分享，好，咱来欢迎桂兰。好，大家平安，我是桂兰吼。即马要来读即个人生的拍远的故事第3集，山城听歌，伫即个219页。我先来朗读，成绩歹，互人退学，搁走去法国流浪，讲是学话，无钱就甲厝讨。因老母毋甘，还是会头囝互伊。迄阵伊实在要30啊，人毋是安尼笑伊无志气、无路用诶。伊诶个性甲普通查某人无啥甲普通查甫人无啥相共。爱做厝里诶工课，料理煮食，款厝内车声做裁缝，连厝里饲鸡饲鸭诶工课嘛，冇咧做。迄阵诶社会，伊是查某体，无查甫气概。即时我感觉真见笑。我坐规部诶椅仔甲护钉桌啊，拢甲人咧用诶无啥共款。遐久诶时间，我煞那痴迷咧。艺术是用来生活诶，毋是商品。这是我所毋捌想过诶代志。离开玻璃诶时，有落沙仔雨，规个山城搭伫蒙雾内底，看起来就是一幅画。我是为画内面走出来。画外口诶世界实在是单调阁无味。哦，这是在讲一个迄个兴文化艺术诶少年人啦吼，毋听趁老爸诶话，走去找伊家己诶理想诶。伫顶年吼，咱伫咧单位文学营诶时阵，我亲身拄着人生诶我甲问啦，问讲即篇是毋是你心内想要过理想诶生活？伊讲是啊，我都无迄个条件呢啊。伊嘛是感觉伫咧现实甲理想安尼咧迄落咧摇摆安尼吼。我家己吼一生嘛是拢伫咧做这文化艺术诶工课，嘛是有足深诶体会啦。包含咱做台语文学嘛是一种文化艺术诶一种。咱若是无即种诶热情吼，要行实在是行袂落啦吼。我个人是认为讲，这艺术吼甲宗教吼有相款诶作用，会当提升咱灵魂诶境界。嘛明知影讲，这艺术是用来生活，毋是商品。毋过实在讲吼，要真做一项头路来生活，是真艰苦诶代志。这若无亲人诶支持，实在是真孤单啦。这毋过咱若是讲徛伫做父母诶角度来讲，父母因总是有较大诶即个社会经验诶老练咯。顾目都是这做人诶基本诶即个生活诶品质咯。若咱嘛是希望咱诶囡仔有才调，有出脱啦，有比人较敖啊。若是讲到亲像即马现今诶社会，还佫较险恶啦。即马诶少年人就是拢规气倒瘫痪较规气啦。就是即马现代诶语咧讲诶“客老骨足”啦，所以这整个社会咱拢爱去思考讲，咱即马社会哪会变做“客老骨足”即种诶即个现象吼？
咱是毋是拢陷落伫即个社会标准化的套路？我感觉这是值得来思考。啊，我今仔日所讲的即两篇，头前是爱的故事，啊，即个山城故事，拢是看来是敢若拢足普遍的即个文章吼。毋过，其实甲咱人是一个足直接的关系，拢值得咱去伊的人生的每一篇，其实拢值得咱去思考介济啦，嘿。所以这是我今仔日所分享的，多谢啊。好，多谢贵兰。好，啊，咱即摆呢，刷落来这吼，咱要来感受哦，吼，感受这个阿仁生伊写角色的厉害哦，吼。啊，咱这个第一个这个角色是龙麻上啊，吼，龙麻，吼。啊，咱这慧玲呢要来甲咱分享，啊，咱欢迎慧玲。大家好，我是慧玲，我过来啊。我要来读即趴，同款是他乡的故事内面的一篇。主角是罗麻上啊。看中人大苦悲，食老药做人就真罢，人缘毋是真好。迄早起，罗麻上啊去到地，伫门口定喊：“看中啊，出来！”上啊，错看中啊，无应该欺负故意人。上啊，无通着到上啊亲门大户来到因兜唱秋。只我去买拍上啊，哪知上啊是有军校底啊，使一个势，出手去捡上啊的裙，顺势甲伊引力拨去边啊。上啊无两个手，就拍伫涂骹。上啊吩咐伊爱传槟榔粉来得话啊装请，空装设一日会室内。看上啊，拔头要骑铁马，将啊举一支棍签为后壁头力，上啊手后翘，去互签着，跋落铁马。看将啊棍签来剑剑，搁钱来，就甲铁马拧起来，当做武器，得挥棍签。无规个手，将啊签啊，互铁马，互铁马环啊，手环啊。加落去，上啊，甲铁马拼涂骹，换捡迄支棍签做家私，落着将啊的腹肚边，将啊跪落喊，毋敢答应要捧槟榔粉来甲落啊会室内。我经即拍，因为我有在拍日本剑道。我感觉武术即款相整相拍的场面，用台语来讲特别合适，因为台语的动词这个有路，而且动词通常是高一字，高一个音节读起来，节奏紧，袂拖沙。我今日即拍短啊，就真好个咧，几若个动词一个接一个，互你读甲袂互喘气。我特别要小解一个动词是捡，捡即是咱即马上接讲的，应该就是捡粪扫啊、捡字纸即款是讲捡水以前散步捡囡仔，伫剑道内面有一招是对手甲伊的刀插位咱的胸坎，咱毋是出力去甲架哦，颠倒是甲对手的刀拿挤入来，拿拨去边啊，安尼互对方离开攻击的中心线。阮教练咧教的时阵，伊就是讲，迄对方的刀爱用捡的，这甲阿仁先伫遮写的共款，出手去捡掌啊的棍，顺势甲伊引力拨去边啊。所以这篇故事我特别介意，甲大家分享，多谢。多谢慧玲，是哦，咱华语根本无扣这句对无？你看咱的台语偌厉害，因用华语写，毋知爱写偌济字，才讲这个扣。好，很多咱头前有讲哦，讲咱的台语实在真适合写武侠小说啦吼。阿仁生即马这就做一个示范，互咱看哦，吼。好，咱后一篇呢，咱来看这个小蝶啊掠牛哦，这个小蝶嘛是写甲真精彩。咱来欢迎 Gina。大家平安，我是 Gina。
我要分享的是《爬远的故事》第5集。小迪啊，掠牛206页。阿迪啊，4号走来走去，逐只牛上了搁上。一天袂当做决定，权当工搁去看。人讲，娶某对看嘛无像遐功夫。过1礼拜，阿迪啊也袂决心，3只都也互人买去啊，剩1只尔，伊也无啥通拣。主人家是真忠厚的人，讲阿迪啊，若钱较缺，会当搁减。伊有听人讲阿迪啊，小牛出名的，甲牛卖互伊，主人家真放心。即只毋是有啥缺事无人要买，是主人毋甘凊彩卖，为要报答伊对这家庭的贡献，甘愿赎卖互疼牛若疼某囝的阿迪。厝边拢囥阿迪啊，甲买落来，去牛墟是掠无遮尔俗搁用的。牛就是牛，用用啊，会堪你使就好。阿迪啊，煞去望神，伊讲，一只牛是要做伙一世人的，哪会使凊彩掠一只？佮讲，伊想要找哪像伊过身迄只共款的，才要买。通常过身是用伫人的，阿迪啊，甲伊的牛死去，讲是过身，就知影牛伫伊的心内占啥款的地位。有1个礼拜要到，得位仔人规家牵迄只牛来，讲是要送互迪啊。主人讲，伊早起去做礼拜，有甲牛的代志讲互教会的牧师甲会友听。迄只伫因兜一世牛，甲规家伙仔拢足亲近，因甲牛当作家庭的一份子。袂当带伊去巴西，就咧艰苦心啊！要甲卖掉，万不一若拄着恶主人，惊会吃亏着迄只牛。全教会的人拢知影阿迪小牛，伊驶牛的时手里嘛会摕藤条，毋过无人看过伊甲迄只牛摔过。随望一只牛会使卖不止遐侪钱，总是较侪钱嘛无咧卖某卖囝。迄只牛对因来讲，就若像即款的。读即篇小迪啊掠牛，互我想着细汉时，阮兜饲牛甲牛斗阵的过去事，若像咧叫醒真久无想起的宝贵记忆。细汉时，阮兜老牛拢我咧牵食草、果叶，驶牛车去载甘蔗尾，那亲就是我的伴。一摆放学转来，煞找无阮兜的老牛伴。原来是阮去学校的时，人来牵走啊！我心肝艰苦一段时间，背后阿爸搁买一只有身的牛母转来，随望我嘛甲当作伴，毋过也是少年早前迄只老牛。对文本内会当看出，人生对生活甲生命有路观察，写作的手路有影互人读着，心会着。好，咱多谢君娜诶，他甲咱分享吼。好，即马我感觉人生咧真赞，就是伊写诶文章吼，会甲咱带转去迄个咱古早迄种柔软吼、温顺诶迄种人甲动物之间即个感情吼。好，后一篇呢，咱是我会分享我要分享即个老实诶水鱼节啊。吼这标题看起来甲先无啥物啦吼，我来读即个内底内容吼。检采有人专工找作者的麻烦，嫌即个题目呢无够台语口语化，应该是故意也是调直的水鱼节啊。这呢爱用我解说一下，故意调直是对内涵论定的，老实是简单对表面的印象尔。讲是安尼。大概还阁有人三无啥有，袂要紧。
我甲水鱼节的代志呢讲了，你就通知影我咧讲的老实甲故意调得是差伫倒位啊？啊，我感等一下，我还阁先听头前迄我感觉即个阿仁生呢足厉害，就是讲伊即篇伊家己就跳出来，伊是作者嘛吼，伊就家己直接跳出来甲咱对话啊，吼，伊就甲咱讲话感觉，吼，啊搁甲咱讲即个老实调得故意，会引起咱的好嫌吼，讲对啊，即三字甲上拢共款的，尤其咱即马咧拄咧学台语，分袂出来啊。啊，毋过读了即篇，你就会当真正学着即三字的迄个真正的意思吼。所以即篇真有意思，真好耍。好来，咱来看伊描写即个水鱼节是安怎描写甲因某哦。好，水鱼节呢，伊汉草生做瘦佮矮，爱自细汉因爸母呢，就真烦恼伊后摆膝头袂堪得。厝里家仔呢咧田做真少，若带一个较严硬的某，就应付会去啊。伫迄个农业呢，需要大量人工劳力的时代，查甫囡仔到14、15岁就算大人啊。爱甲人做小放伴、烧草、抱田、挂稻啊，这两项呢工课，也毋免啥物气力。加是骹手较熟淡薄仔尔，袂去犯着人嫌。好，到一个后一下挂稻啊，就无共啊，便若轮着甲伊斗一家，吼，要打迄个拍切啊的机器桶，别人呢就加较出力，吼，拖迄个机器桶的时呢，嘛是拢另外迄个出较济力，袂像呢。真侪人挂稻啊，要做班的时呢，拢无爱甲伊分业，吼。伊即段呢，就甲即个水鱼节啊描写甲真清楚吼，迄个甲写的设定甲真好，吼，咱就真正头壳内底就一个迄个形，迄个外形啦，吼，迄个感觉拢有出来啊，吼。咱即摆再来看因某，吼，佫真精彩哦。有影是一枝草一点露，亲像水鱼啊，即款的体材呢，永远会带着水配的家后哦。迄时呢，目前有一个查某囡仔，要20岁啊，还阁做无人爱，毋是讲啥物盔骹破相，人嘛无咧恰视。侦查呢，即个体格粗阁大骹薄，买无下属的查某人会通穿。再来呢，拢是穿查甫人伫穿的迄个塔米啊。哦，即摆我即个塔米啊，我其实嘛毋知吼，因为我甲阿仁生的生活背景是无共的，所以我毋知即个是啥物。毋过读册会的真赞的功能就是安尼，阮的读册盘马上就甲我找即个资讯咯。吼，我就知影即个塔米啊是啥物物件。好，过来，庄卡人呢欠会做事的查甫人。汉草粗无人会嫌哦。迄个姑娘呢，上歹在的是讲话大闹后空，吼，做大声讲啊，做大声。民间的传讲，若即款的查某囡仔呢，嘛是破格，吼，无吉祥的感觉啊，吼，互人上过误解，身上都袂成。有人报水鱼啊，因老爸亲看到呢，因就介意啊，年中寒定。袂年尾就带入门，吼，马上就甲伊定亲，搁甲伊带入来啊啦，吼。好，咱来看即个某带入来是啥物型诶？水鱼嫂啊呢，一个查某人咧做是顶两个我遮拍毋对，顶两个查甫人哦，吼，拄过来吼，要正个月，有番仔来掠猪，一只呢，几百斤的猪皮啊，吼，就是迄种细只猪啊尔，大大。把迄个大蛇要甲扛起来称哦，猪啊一直亮，吼，一直安尼黑白走，一直亮哦，搁吼，加咕咕叫，吼，迄个画面都拢出来啊，吼，咕咕叫加猪啊声，吼，搁淡仔一直亮，蛇安尼，蛇啊歹北，吼，水鱼蛇安尼就叫众人闪，吼，伊个手就甲比一下，喊一声讲，哎笑安尼。吼，害羞，安尼，伊就甲即个猪仔呢举起来啊，
啊边仔人呢，就较紧甲锁啊绑较好势。庄内的人呢，喊讲水鱼啊呢，也找着即个养母呢，也稳靠的啊。哪知吼，即个查某虽然迄个水某呢性地无好，毋过伊对翁婿呢，佫真温顺哦。吼啊，下翁讲东就东，讲伊就是伊，吼，袂甲伊客哥，吼，嫁哥，嫁哥吼，袂甲伊嫁哥哦。吼啊，即个阿人生用即个嫁哥真赞哦，袂甲伊嫁啦吼，啊袂甲伊哥甜安尼黑白花啦吼，查某人创啊黑白花，所以。即个阿人生咧写即个角色，我感觉是够厉害吼。即准鱼节啊，甲即个准鱼嫂啊，互咱即个画面拢真活跳。吼啊，即摆咱就会当，咱就会走入伊即个迄个情景内底啊，咱咧看伊个故事，就会愈有感觉。好，啊，这是我分享即篇迄个感想。好，啊，咱后一篇咧，咱就继续来读诗哦。好，油桐花若开。啊，这是晓丽要来甲咱分享，好，咱欢迎晓丽。大家好，即马要来甲大家分享的是阿人生的诗文《油桐花若开》。见得了后，花神坐高出巡，种花西装打扮。月青抹红来迎春，胭脂水粉香讲讲，油桐花也咧歇寒，无爱斗闹热的孤僻。春分渐落，油桐无话无句，牛耳公园的动物，会叮当甲袂叮当的，拢只咧等望春风。去探一个花期，清明到雨水，温温落，湿湿啊压，花桥转去，花神退降，剩几蕊毋认老的，目屎暗暗啊滴滴，油桐像困醒的婴仔，伫春君晚暗。鼓舞蒙啊，像讲春天后无面。油桐花一搭一搭，宽宽啊开，毋通嫌伊骹手sau油桐花无爱化妆，嘛免胭脂水粉来加薄。日合若到，晚春情绪着煞去。高门外油桐花，惊人看伊褪色了臭老。赏花爱紧时，油桐花若开，毋通搁延迟。这首《油桐花若开》是我头一摆接触陈明仁先生的作品，毋过迄个时阵听到的是作曲家赖德和老师。甲阿人生的这首诗摕来谱写做艺术歌曲的版本。讲到艺术歌曲，咱台湾有一位音乐学者颜玉芬教授，伊有做过一个研究。伊讲台语艺术歌曲是1945年二战了后才开始出现的，毋过。无偌久，因为国民党政府来台湾禁止咱使用台语，这个语言煞渐渐变做无人在讲，嘛无人用伊来写文章，安尼自然就无意境优雅的诗文，用台语唱的艺术歌曲就无可能要出现，就无可能会当出现。毋过，伫1990年代开始。因为改言，有作者开始用台语来写诗文，了后台语的艺术歌曲才慢慢搁再出现。就拄仔读的这首《油桐花若开》，我感觉阿人生甲油桐花写甲不只有个性，别人在闹热，伊做伊困；
别人伫西装打扮，伊煞伫嫌胭脂水粉真假薄。规首诗读起来真正足深刻的，而且即首诗加搭读伊的字是一种滋味。毋过，若是配了音乐，变做艺术歌曲了后，听起来阁是另外一种滋味。所以今仔日趁即个机会，同遮来甲大家分享。好，多谢晓你，咱真正来听哦。好，咱听到遮好。即个咱若要搁继续听，咱这边才有一个 YouTube 的连接的迄个吼，咱线顶的朋友也是讲咱来大读册拍，若搁要想要去听，咱会当去敲吹吼。好，后一首呢，嘛是我的分享吼，我要分享即个人生的即个两首诗吼，一个是伫迄个生命记事吼，即个诗内底有4首，我分享伊内底2首吼，伫25页，好。第一首呢，伊是讲上无还阁有黑暗吼，甲头前迄个黑色的诗有小可对应啦吼。好，来甲朗读。互我一时仔开，互我一时仔想法，互我一时仔笑容，互我一时仔目屎，我就会活落去。生命无啥秘密，生命火怎会花去，才是秘密。生命有啥元素？空气、水、甲光、爱情、朋友、甲敌人，上无还阁有黑暗。若无黑暗，生命有啥意思？伫古早还无生命的时代，生命就存在伫黑暗内，亲像咱拢看会到快乐，咱毋知影快乐是啥，亲像咱拢真惊悲哀，咱的存在就是悲哀。互我一时仔想法，我就知影生命的秘密。生命就是一种想法，一款会晓去思考的想法。思考会袂记得一寡物件，安尼就会发现，当时啊，生命早就袂记得咱啊。我等下再较点仔，我即摆我是要想分享即首诗的是，我是要挑战家己，因为我感觉读诗是有困难度的，因为迄个作者伊要写的物件是内底是藏出侪物件，所以咱读者要去甲读出来吼，是有小可迄个能力安尼，所以我要挑战家己。所以我第一摆看是其实无啥有感觉的，毋过我感觉大概看，大概有无共款的迄个感受啦吼。感觉人生的伊写诗就真厉害，就是即点。伊做成一个哲学家安尼吼，伊用伊的诗会互咱家己去思考吼，一直思考讲，爱即句话会当对应着咱家己的什么生活经验安尼吼。所以我感觉伊的诗真值得去咱去甲看吼。好，即马第二首诗，第二首诗我先讲者，我真好现，人生的伊的心内底想啥物啦？我感觉即首诗真正感觉会当去感受着人生伊个人的特色安尼吼。好，来。第三首的，有一日我死的时，有一日我死的时，请为我唱一条歌。伫追思礼拜的时，歹势，伫追思礼拜的时阵，
毋是安分定灵的歌词。死亡是我的追求选择，我心平静，嘛无需要唱爱歌。死亡是一种经验，无即款经验，人生袂得圆满。请伫我的梦前唱迄条文夏的歌，无聊的人生。有一日我死去，请毋免为我悲伤，悲伤是人生上大的安慰。无搁再有的人生的人呢，哪有需要安慰？嘛毋免替我刻梦牌，梦牌是刻互外人看的。世人免搁看外人的面色。他甲世间人讲，有一个人伫世间来去，伊无啥特别，干那爱唱歌，甲爱听人唱歌。若少年伊，请伫透风落雨的暗暝，唱迄条伊爱听的歌，文夏的无聊的人生。有一日我若死，毋免献果、献花、献果，嘛毋免香烛晚年。为我唱迄条歌，我着袂孤单。吼这看了我着真正对迄个文夏的无聊人生着真正好恨啊！我真正去找来听，真有意思吼。好来，咱来听迄条文夏的无聊的人生。好，多谢。即个咱也去甲观察哦，即个人生咧，伊个文章内底拢常常会有一寡歌曲吼，咱真家己咱去甲敲出来听吼，咱会当个有更加一深的迄个体会安尼。好，咱今仔日的分享呢就到遮咱要来进行第2部分的迄个交流吼，甲线顶的朋友来做交流。咱先甲即部分交转去吼，迄个夏米。好，夏米请。大家平安。咱先吼，这班歇困者吼，咱来迄个要甲大家放上者吼，咱即个台文博览会吼，煞来有啥物活动吼？咱今日是即个台文博览会，是讲是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单名是呢，图友交流会吼，这咱是顶半年吼，咱有安排6场吼，就是来讨论单名人的作品。咱其他的迄个进前的讲座吼，咱较晚整理了，甲进前直播内容，搁放上伫咱的 YouTube 频道吼，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使搁倒转去听看卖。也是讲今仔日咱图友交流的内容，咱较晚嘛迄个档案处理了，咱会搁甲伊放去线顶公开互大家搁转来听看卖，看卖，吼。咱今仔日做感谢，咱老台语叙述台语社吼，做伙来合办即个讲座内容吼嘛，做感谢咱读册盘吼，做用心准备吼传遮的内容，搁分享大家的想法吼，我相信大家今仔日听着无共拍吼，无共故事吼，无共主题的内容，还是讲无共想法，应该拢会当得到真济吼，可能嘛会
想要搁读搁较济咧，所以大家有兴趣是会使过来参加即参加咱的读册会。若有真正有兴趣会使来找老台语随书台语社报名来参加。好，咱来看咱大文博览会咱逐个月拢有办做者无共款线顶的台语文活动大部分拢是线顶大家较利便随时拢会当参加。咱有全台语的讲座还有线顶的台语开讲会。咱嘛有台文读册会，嘛有相关的课程，你若对台语文有兴趣、趣味，语言得的、文字得的、文学得的，咱拢有。当然，咱上要紧就是希望讲台语文会当生活化、正常化来发展，这是咱希望做伙来做的。咱逐个月拢有即个活动放送站，遮个资料就是咱逐个月有办啥物款的活动。大家会当做伙来看，咱伫各种的社群媒体平台像咱即马主要有咧放送，就是迄个 Facebook 面册，还是迄个较早的 Twitter 即马叫做册啊，还是讲咱的 Instagram、IG， 还是迄个 YouTube 顶管，咱拢有甲遮的资料放送互大家，所以欢迎大家伫各种平台甲咱关注咱的消息欢迎随时来报名参加。咱明仔载嘛有一场是迄个体验手机拍台语迄个讲座是我来甲大家分享，所以这是台文家市面讲座，大家若有兴趣嘛，欢迎来参加报名。咱即个月底甲后个月初嘛有伫甲现代台文所学会合办的伫成功大学现场的讲座大家若有兴趣，会使报名参加。因为现场的讲座名额有限，所以大家若有兴趣爱尽早报名，用早号位。咱逐个月拢有办线顶的台语开讲会是第3个拜六暗时8点到10点，欢迎大家做伙来开讲。你若有啥物主题想要分享，还是要拍广告嘛无要紧欢迎大家若想要讲台语的生活，是有啥物故事要分享，有啥物议题想要讨论、要参详、报道拢会使咱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你会使报名参加，嘛会使报名来分享。分享咱做简单一个人，敢若需要讲10分钟所以嘛毋免有压力。欢迎大家若有想要讲台语，想要试看卖，拢欢迎。咱线顶有办无共的课程咱固定有咧办的就是像昨拄去过的专门台语认证的加强班。咱平常时有固定有咧办的就是迄个台语罗马字读写基础班。若基础班是互未晓罗马字的人会当有一寡基本的知识过来会晓用罗马字家己有法度自学。你若对读写搁进一步想要拄着有问题想要有法度解决的，还是讲毋知影会有啥物问题，还是讲你若对即个语言比如讲像语法啦、句法啦，还是讲故事等等，还是讲即马诚济词袂晓讲，要安怎造词创词等等遮个议题咱伫进阶班内底嘛会讨论嘛大家互相联系交流所以咱有诚济无同课程，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咱伫7月份有按算要开的是台语罗马字读写的基础班咱顶一期结束了伫6月结束咱7月就会有新的一期来开班大家若有兴趣欢迎来参加。再来是7月嘛有按算要开一个新的单类台语文学选的前导式的读册班这甲一般的读册会较无共，就是咱会有导师甲大家引带，所以欢迎大家若准讲若无学过台文嘛，想要读台语的想要了解讲台语到底拢咧写啥货欢迎你嘛来参加，还是讲你想要搁较了解单类先伊作品内底一寡意思一寡
文学地，也是讲伊背后的一寡想法等等，欢迎大家使来参加看卖咧。咱伫后个月公开放送。咱拄则有讲到读册会读册会其实是大家读册伴得着诚济像我嘛得着诚济。这嘛，我比方时有咧教学的时阵嘛，一直鼓舞学生讲你若真正台语文有想要进步，定定爱来参加读册会。特别是即马足侪人迄个语速可能发音无正确，是讲变调无啥会晓变，是讲诚济词毋捌，是讲台语无啥会晓讲。其实这你若来读册会，真正会当得到足侪。当然内底阁有讲到，就是读台语文像今日分享，内底阁有讨论足侪主题、议题、想法等等的这拢是咱台语文咱台语的即个台湾人家己的迄个思想、甲文化、甲知识等等所以这拢是一个足大的迄个资料库嘛，是一个宝库。所以咱像咱大部分咱会有主办的，就是大部分读册会伫一个月内底有2摆，是第2甲第4拜一暗时8点到10点。即马拄好就是咧读台面人台语文学选像拄则读册班有诚济竞选的文章，就是为即本内底出来。即马差不多读一半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做伙来读即马即本内底诚丰富有诗散文小说剧本拢有所以大家欢迎做伙来报名参加。其他啦合办单位嘛有诚济像咱今仔日做伙合办的绕台语叙述台语社有5个读册会拄则应该有看到咱有社界有啥物读册会，所以你若有兴趣嘛欢迎报名来参加做伙来读册。特别是我个人做推荐会当来参加单类的台语文学读册会、单名人的台语文学读册会，有台湾念歌即个台湾念歌节的读册会，再来就是俗语迄个萧大日先生的俗语的读册会，这拢做鼓舞大家做伙来参加会当得到诚济。相关的资讯咱拢放伫即个台湾普朗会有一个领取的网站。当然若毋知影要去倒位找Google 台湾普朗会，就拢找着咱伫各种平台顶悬放送的消息。咱就是顶半年就是即个人捌台文作家陈明仁先生咱即个相关的讲座今仔日是第5场。咱足特别的后个月6月咱会伫高雄文学馆现场来举办。咱前5场拢是伫线顶的，第6场是安那会伫现场举办，因为咱要邀请陈明仁先生到现场，甲大家来交流。所以这机会是实在足难得的，大家爱注意咱台湾博览会当时要公布即个迄个报名的消息时到会甲报名表公布出来了，大家爱把握时机因为现场空间的迄个制限无法度大家就是足侪人拢来无法度几百个人拢来，所以若有真正有想要现场甲陈明仁先生还人生来做伙交流，欢迎把握时机现场做伙来高雄文学馆交流。时到这相关的消息，咱会伫台湾博览会放送。好，安尼咱煞的时间因为咱线顶其实有看到咱 YouTube 的老话有看到人生嘛有来参加拄则是有听到看到伊有写讲就是咱读册班有分享的伊有讲。山城听过是伊上精心安排的故事所以这嘛报大家知大家一定爱去来看卖毋知线顶朋友有啥物话想要交流的若有会当来留话赶紧把握时间咱留少时间来线顶的迄个友志朋友是讲。咱做伙介意迄个陈明仁作品的读册班
做伙来交流。我想因为目前无啥问题我就甲时间交互小美看，咱读册班有啥物话要讲，还是要分享的无？好，咱读册班毋知有啥物要来分享的无？阿管有无？今仔日听咱读册班安尼分享，我感觉个人感觉足精彩的，而且咱的拢图声拢足好听的。是啊。还有小美讲的，就是来读册会，其实我感觉变较谦虚、谦卑，就是要问人问题的时阵，爱安怎问才会当较舒适。所以这我感觉我家己也是学到真侪，得到真侪利益。多谢。好，多谢阿关。想要讲会当参加读册会，就互我读台语的时阵，无感觉遐尼啊孤单，有足侪人会当讨论。赞哦。阿优是咱遮上少年的，搁咧读册哦。只要听伊声，就听会出来。好，我是足欢喜的讲，会使邀请来这听，而且来分享这个咱民间先生的作品，会使互我学足侪物件。是甲逐个斗阵读嘛，足有意义。是啊，恁会感觉讲有一届阁先听足侪届有无？毋知是啥物假期啊？无读册的，恁袂感觉阁先硬叫下袂？我毋知大家的感受。我感觉敢变惯势啊！逐礼拜读册的甲先无通哦，甲先即礼拜过着甲先嘻嘻啊呢。真正是伫读册会呢，就是和大家斗阵读册学着真济啊。我就是若毋是因为台语文，我可能嘛要参加读册会，因为我感觉就是读册会有迄个环境有，就是完全是用台语台文环境啊，就是要定课去，还是学一个语言，真正是需要这种环境啊。其实无参加进前我真正毋知影读册会是啥物款的，就是聚会安尼，因为可能伫我的头壳内底都会想着讲以早咧学校读册迄种情形就会感觉我咱啊吼，无想要来安尼。无想要来，毋过就是因为来其实是真好耍因为拢无啥物拘束啦吼。毋是真轻松啊。另外就是就是会讨论青年的事，卖因为青年的事搁延伸有别个讨论安尼，都会学着真济。是啊，真诶，我感觉迄个要学语言，即个像阿杨讲诶，即个迄个环境真正重要。而且咱即马台湾即个台语吼，真正无友善啊。咱足重要，就是讲咱爱甲即个讲台语，咱来不止伫读册会啊，伫读册会外口嘛是爱讲。像我就是对读册会有即个观念了后，我即马拢是全台语诶，我无咧讲华语啊。所以我感觉即项代志真重要，因为咱即个社会台语诶声，若无即个声，咱即个语言是袂活落去诶。咱一定要有即个声诶 input 吼，咱即个声伫咱诶头壳内底，吼，包括囡仔吼，囡仔佫愈重要。咱若无即个台语诶声下因伫头壳内，因是要咱学迄个语言。所以其实咱知影台语诶人足重要，咱一定爱讲爱伫生活中就是爱用台语，莫叫讲华语啊。因为你无讲台语，你台语要哪会进步啊？是毋是？咱诶华语足厉害，毋免讲啊，咱爱真正爱练台语。希望大家拢安尼来实行啊。
安尼就是，其实读册会就是像拄则安尼，大家做轻松咧开讲，啊嘛做想了，就是大家有即个环境有法度，就是转台语文吼。像昨迄个暗时开讲会吼，就有人咧问讲，迄个考认证啊，要安怎考较悬分咧？其实我都有甲应一句话，就是你若用台语文生活。即件代志就变做做自然，就毋是讲考试还是讲你要应付。其实，准讲你要考试好啊，你要应付考试好啊，要考悬分好啊。其实语言还是语文吼，要进步上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一定爱浸伫迄个环境内底，而且一定爱浸一段时间。而且迄浸伫迄个环境内底，就是你爱全部用迄个语文。实际咧生活，迄才有可能进步。这就是做简单的代志。所以我嘛做感谢，有各种的台语文的读册会，因为其实我初拄学台语了后，台文了后，我头一件代志就是去找读册会。其实初其实做简单，就是想要有一个专台语文的环境尔，因为讲实的，外口根本都找无。咱来甲影响，咱来甲讲。你一人讲，咱着迄个环境着造成啊。语文就是爱你真正日常生活进入去使用，才有可能会进步。不管啥物语文拢共款。所以我伫鼓舞大家，像无共的人吼，我拢会鼓舞讲，不管怎你就是有闲着半工来参加读册会，若无闲你就家己做。招几个朋友做伙较嘛无要紧，当然咱即摆真方便，就是有办做者线顶的读册会，所以你其实伫厝里随时手机一个电脑开吼，就是有网络连落的，拢随时我都做伙读册。所以做里边看这机会，咱嘛爱感谢黑米吼，真正你开遮尔济迄个资源，我感觉学台语，互咱加真利便。找台语啦，台文博览会真正是宝山，真正会当学出一宝的。顺续甲大家报一下，就是因为咱遮读册会，就是拢有一个习惯，就是拢会同齐开迄个找台语的网站，做伙那边书店安怎讨论，我感觉就是这真好啊，就是大家有一个物件通参考。有文章有内容，阁有一寡语词的资料当对咧看。过来就是大家拢即摆已经拢算真够用啊。对啊，就是因为我若有参与的，就是大家若有想要找一寡书吼，较毋知要安怎找，因为其实书店迄个功能其实足济。若有一寡较适合会当帮助大家去找遮个字数啊，讲相关数啊，等等的一寡技巧，就是顺续拢会伫读册会内底顺续分享啊，顺续讨论安尼。所以我嘛感觉嘛得到真济啦吼，因为大家咧找嘛较知影讲，大家咧用的状况是啥款。因为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吼，嘛已经超过4点半，所以。咱今日就先到遮收线所以大家若真正是感觉讲敢若偏旁者无够意吼，会瘾的吼，欢迎来参加读册会吼，报名拄则拢有甲大家报啊。若真正毋知会当传信息来台文博览会吼，阮阁会甲你讲要去倒位报名，何位吼。咱今日做感谢。有台语随时台语写吼，甲大家读册盘吼，特别半工吼，准备遮济资料分享互大家知影。感谢大家，嘛感谢线顶朋友吼，今日半工来参加，大家再会。再会，感谢黑米，感谢台文博览会。